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。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。和本圣经在234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以上。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福气临门2新生机。福气临门2新生机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，也感谢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。今天是我们国家的清明节，也就是我们在追思我们先人的日子。我们感谢神，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，他们生我们，养育我们，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。我们为此献上感恩。我们更祈求，我们追思我们的先人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我们对我们后代的责任是什么。祈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间能够得到帮助。求你赏赐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赏赐我们属灵的智慧，能够明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是我们清明的追思礼拜，同时也是我们的福音主日，我们第2次的福音主日。所以我们这边来欢迎我们第一次进到我们教会的人。有没有第一次今天进到我们教会的人？能不能请站起来，让我们欢迎他们？没有，那我们下次记得，我们福音主日的时候呢，是我们希望能够带我们未信者能够进到我们教会来，因为我们可以从教会中间，我们从我们的圣经中间的信仰如何跟我们生活中间能够结合在一起。就像我们第一次的福音主日里面所谈到的，提到说我们有这些问题吗？我相信多多少少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问题。在我们生活的问题中间，你有没有资源不足？你会看到什么要什么反而是缺什么呢？或者是你有疾病，你有消极非常退缩的这种自我形象的低落，或者是人际关系的支持不足，然后你甚至有被恶者捆绑在。我们福音主日呢，今年有6次，6次的日子呢，就是根据在这周报上应该有写。我们有这个2月20号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知道的，还有是4月3号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，就是有关要疾病的部分。然后在6月19号呢，我们用绿色是原来是在6月的5号改成19号，这是要讲有关我们消极退缩的这种问题、生活的问题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在8月7号、10月2号、12月4号，我们各有对生活中间不同的问题，我们盼望能够跟福音能够结合在一起。你要能够领受到，虽然你生活中间有这些问题，但是福气仍然会临到你的身上。我们在上次讲到，你有资源不足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好像很多的欠缺的时候，那你如何能够从福音中间得到帮助呢？那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其实所有世上的物资、世上的资源呢，都是为我们而准备的。但是我们常常是，我们应该控制他们，但结果我们常常是被他们而控制住了。所以我们要思想，我们如果面对资源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一个新资源，也就是一个新的观念，不是我们的资源变多了，而是我们可以让比较少的资源呢，我们就可以过喜乐、平安跟满足的生活，也就是一个简朴的生活。然后我们那时候讲出2句话，一句就是简单是幸福，一个是知足就常乐。为什么能够这样呢？因为保罗在他的书信中间告诉我们，
他或者是缺乏，或者是饱足，但他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，因为靠那加给他力量的，凡事都能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资源我们是有限的，但是神的祝福却是无限的。你要依靠的不是在地面上的这些物资、这些资源，乃是依靠神的赏赐，要成为我们的帮助。这是有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碰到我们有缺乏资源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想要什么，然后就好像就缺了什么。同时也告诉我们，你要仔细想想，你到底是想要还是需要呢？这是上次我们所讲的。这次呢，我们要提到说你在疾病上，那我们从这个上面所讲的就可以看到说，我们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一生都要经历的。那生老死，这是一定不可避免的，而且是每个人都经历过，你也没有什么选择性。但是病的话呢，其实对我们产生是最大的痛苦。有些人他一生都是健康，他都没有生病；那有些人一天到晚就是生病，一天到晚要去看医生。那这些病对我们产生的这些痛苦呢，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它呢？我们可以预防吗？我们的信仰跟这些疾病有关联吧？圣经中间到底如何去看我们一个全人呢？全人乃是一个身心灵合并起来的。所谓身呢，对不起。身就是我们所看得到这个肉体的部分，心的部分是我们看不到的部分，像我们的情感啊，我们的理智，我们的聪明，一些你根本抓都抓不住的，但是它就是在那个地方。这是我们的心，在我们脑里面呢在运作着。一般动物就只有身跟心，它没有灵。灵是最后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呢，吹了一口灵气给他之后，他就开始的有了灵。而这灵干什么呢？这灵是用来跟神来连接在一起，跟神来互相通的这部分。所以一个全人，一个健康的人乃是身心灵结合在一起的。你不是只有身体，然后你心灵根本就是已经早就不知如何了。我们常常讲它是行尸走肉，就是这样子。他只有这个肉体还存在，其实他人早就已经没有了。这道理，这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他的心灵已经非常的有很大的这种伤害存在，已经不健康了。但是你要是只有心，你的身心足够的话呢，但是你的灵会常常感到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平安喜乐不是心而产生的，乃是灵赏赐给你的。所以一个人的身心灵到底圣经中间如果去看待我们的身心灵呢，这个全人里面的这个身到底要怎样呢？它可以独立吗？它可以独立于我们的心灵，我身体就身体就好，跟我的心灵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你可不可以说你的身体非常的虚弱，然后你的心灵非常的健康呢？还是我心灵非常的虚弱，但是我的身体心灵非常的健康，但是我身体竟然是非常的虚弱一样？两者都是一样，它能够独立在一起吗？那么假定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是有关疾病。那么在圣经中间，神对身这个的祝福跟提醒到底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看的是经节呢，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9节到第20节。我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次，来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。这个经节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。那我们假定有哥林多前书后书都有看的时候，就知道哥林多教会其实是个当初他们有很多的恩赐的一个教会，但是恩赐这么多，理论上是要荣耀神，但是我们所看到的，它并不是一个荣耀神，他们里面产生了很多的纷争，他们甚至有分派，我是属于亚波罗的，我是属于保罗的，我是属于基法的，就是彼得的，我是属于基督的，竟然分起4派来了。不只是这样，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间常有一些很不得体的东西，甚至在第6章第19，在第6章这样也提到说，他们甚至在第5章的第1节里面讲到说，
我确实听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种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。外邦人都没有的事情，竟然在教会里面有，而且是恩赐非常多的一个教会。显然他们中间有很多地方已经走错了，所以保罗就针对这个事情里面呢，讲到他们有关淫乱、有关奸淫的事情，甚至到后来也讲到有同性恋的事情，才进到今天的经节，告诉我们说：你岂不知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？所以这人告诉我们，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，我们已经不再是我们自己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神爱我们，他已经用他的重价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钉十字架赎了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不再是我们的人，乃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结果是要怎样？最后告诉我们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。这是圣经今天的圣经节这样子告诉我们。我们从这来开始看，今天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，到底要如何呢？第一个，这经节让我们看到是说，原来人的身乃是圣殿。它意思是怎样？既然是圣灵的殿的话，有圣灵在里面，就代表他不会受到恶魔的辖制，也不会受到这些不好的事情的侵犯才对。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，基督徒这样是一个自由的人。但是我们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样啊？自由难道是说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吗？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2节，我们今天没有看，但是在他往前一点再看，里面讲说：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这句话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讲说，有关自由最好的一个定义。其实他们告诉我们是这样，不是自由就是凡事都可做，反而是刚好颠倒是这样。我有那个自由，不去做什么事情，凡事都可做，而且不能限制，我没有办法控制我不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那是放纵，那不叫做自由。真正有自由，在灵里面自由的人是怎样？我可以决定这我不去做。我们常常在讲说，我们基督徒不抽烟，没有告诉我们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抽烟呢。但是我觉得抽烟对我没有什么好处，对旁人也没有什么好处，所以我选择不去抽烟。这就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，不是因为别人叫我不要，而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他不需要。我们知道孙越，这是永久的志工的孙越，他以前是每天抽多少包香烟的人，他说他改不掉，天天在戒烟，天天都不成功，因为隔人就开始抽。但是他有一天，他突然想到，对呀，基督徒不是凡事都可行，但是不都有益处吗？也不应该受到辖制吗？我既然是成为基督徒，我就是一个自由人，在神里面，我可以选择要不要。从那天隔天开始，他就不抽烟了。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这种可以就是基督徒的自由。第二个自由是怎样？也不受辖制，你不会受捆绑，好像什么东西我一定要这样才是被捆绑住的。没有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基督徒里面的自由乃是这样，这就是我们的身体。我们再想想看，身心里面的身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？大概脱不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食物，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情欲。那在这两件事情上，我们如何去面对呢？基督徒对食物的上圣经中间对食物的祝福是在什么地方？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4节到第5节这样说：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，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。世界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，创造是怎样？是要让我们人来管理。我们要好好的去管理它。管理它里面呢，当然有包括蔬菜我们可以吃，很些等一下我们会看到，大部分的蛋白质都是从肉类来的，所以有时候吃肉也是都是 OK 的。但是你如果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不要那个不要，到底是如何呢？圣经里面透过保罗告诉我们说，都是神所造的，所以都是怎样受祝福的。但是你要怎样？
要存着感谢的心去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。因为怎样？因为神的道跟人的祈求就圣洁了他。所以我们常常为什么基督徒要吃饭之前有祷告？我们不知道这食物到底是怎么样，是不是已经祭拜过这偶像了，还是怎样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就祝福他，靠着上帝的话语，靠着人的祈求，献上感谢之后，你就可以来享受了。我们看耶稣呢，耶稣对食物怎么讲呢？在约翰福音第4章第34节说，耶稣说：“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”原来耶稣所看的这个食物呢，是另外一种意思在，他告诉我们怎样？因为食物知道是怎样，是支撑我们人的力量的部分。但是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提高到更高一个层次来，要支撑人的动力呢，乃是遵行神的旨意。神自然就照顾了你其他，又回复到我们马太福音所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所有其他就赏赐给你。耶稣就是这样子的实施来告诉我们。就是第一个，我们看到人的需求里面呢，对食物的上帝对食物的祝福是这样子，不只是所造的物给我们吃，甚至他照顾我们的全人。第二个呢，在情义上的时候呢，身体是有形的，我们人是有身心理，所以是有形体在，但是神他是一个灵而已，所以没有体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掌管在我们没有办法掌权。但是我们看到恶魔、乌鬼啦、神啊会掌权在我们的世界上是怎样的？因为你邀请了他来掌权，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我们不应该去拜偶像，因为你拜偶像就等于承认了他是你的神，所以他就透过你这个身体而掌权在你的生活范围之间。那我们也一样，基督徒一样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邀请神成为我身体里面的主人，成为我这个全人的主人，所以他就借着我们来掌权在我们的附近，在我们教会中间呢，就掌权在我们的中间。意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身到底要跟什么结合在一起？你假定跟圣灵结合在一起，你就成为圣灵的人。但是我们常常受到情义上的捆绑在，所以这个经节刚才对不起，刚才所看这个经节呢，讲到说哥林多教会里面有跟继母同居的，甚至有跟娼妓来一起连结在一起的。所以在前面的经节里面，第16节说：“你们岂不知道，以娼妓苟合的，就是以他成为一体吗？”你要是跟恶者、跟魔鬼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情义跟这个恶者的情义连结在一起，就是跟恶魔连结在一起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身子不是为淫乱，乃是要为主。你必须要正确的在看，情义是神所赏赐的，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第2章第18节到25节，耶和华神他创造所有的，他都认为是好的，唯一不好是怎样？因为独居不好，所以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。那个人看到这个配偶之后，就说怎样？他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然后神就祝福他是怎样？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肉体，并不羞耻。所以情义是神所创造，而且是一种礼物赏赐给人的。但是你要走在神所喜悦的路上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6章13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身子不是为了淫乱而生的，乃是为了主。所以从这边来看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呢是不可能怎样，不可能独立于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灵。所以神要我们的身是圣灵的殿里面，其实告诉我们是怎样，要我们的全人成为圣灵的殿。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经节就知道，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。神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子，我们的全人就是圣灵的殿。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要如何来面对我们的健康？我们肉体的健康应该如何呢？神要我们能够注重来维修身体的健康，因为从这几个经节里面都这样告诉我们：第一个，神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；
第二个呢，我们的身体是用耶稣用重价买来的，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的第20节，刚才所看的前半段说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的。为何说是重价呢？因为神牺牲了他自己爱子的肉身，然后钉十字架，流宝血之后，将我们的罪洗净了。你觉得这个付出的代价高吗？当然非常的高。你们有人哪一个愿意为了一个不相识的人，自己献上，或是将你的儿子献上，为了他？那个人已经被判死刑，你说不要，我派我的儿子去为你死刑，你根本不认识他，而且或者他是一个罪恶非常重大的人，你愿意吗？或是你自己愿意吗？根本我们人想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现在都不可能的事情了，还何况说你要为他而牺牲？我们真的是让神用重价来买来的，所以我们当然要珍惜我们的身体。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，而是属于基督的。这是在刚才的经节已经这样子的告诉我们。我们应该要尊重别人，我们不应该要随心所欲的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说，不是说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。今天早上要开电视起来看，要看好消息之前的时候，因为昨天晚上看的新闻，所以他先显示新闻里面呢，突然讲到一个警察出来作证，他手受伤，为何受伤？因为他去抓这些飙车族的，飙车族竟然撞他，嚣张到这种程度，不只是挑衅，甚至是撞他。我们看飙车族，真的我们想不透他们的想法是什么，只要为了自己，随便怎样都没有关系，别人是别人的事情。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？是这样子吗？我们的身体绝对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身体已经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属于基督的。最后的结果是要怎样？我们要荣耀神呢，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要荣耀神。所以我们可以想想上，我们的身体有真的荣耀神吗？值得我们好好去深思。你觉得你的所作所为，你的身体上面所显示出来的是能够荣耀爱你的这位神，为了你而他牺牲他的爱子的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怎样子的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呢？我们身体的健康，请我们将我们周报里面的所夹的这张纸拿出来。这个单张里面呢，有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在新生机里面呢，我们可以注意的一些事情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要如何在我们生活习惯中间呢，能够来帮助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健康呢？这边讲了好几点，那我在上面也有写，在周报上也有写。第一，我们要充分的享受神所赐的阳光、空气跟水。我们觉得非常的自然，其实你等到遇到灾难，你就发现到这是真的是神的恩赐。我们觉得是白白给我们，我们觉得非常理所当然，但并不是理所当然的。而且我们应该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要注重食物的均衡。然后这边有告诉我们一个健康饮食的金字塔，就最下面的地方呢，乃是一个基础，要用五谷类，因为它是热量的来源。第二层呢是蔬菜水果，是各种维他命的跟矿物质的来源，所以你要均衡，你不要偏食的。第三层呢是肉类、豆类、奶类，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，所以我们要适量，而且你要调适，你不一定要只有吃肉，豆类、奶类也可以得到。最后是要注意怎样，有3少：少油、少糖、少盐。这是我们这一章是我们要带回去的，这要让我们可以跟我们未信者的时候跟他分享，我们神其实是要把福气临到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有新的生机、新的盼望出来。我们身体要非常的注重，因为神这样，神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健康。后面继续就会看到，我们不只是这样，你翻过来看的时候呢，他还要我们注重整齐，注重清洁，注重朴素。因为整齐可以让心灵平静，然后让事情更有效率；清洁可以我们心情舒爽，然后可以百毒难侵。朴素呢，就是美，就是真。除了这几点之外呢，还告诉我们说，应该
我们要持续的运动，我们要有睡眠，要有充足，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环境卫生，同时我们要常常有做健康的检查。我想这个地方我们都非常的熟悉，不必要看圣经，我们也知道，因为这日常生活我们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要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，要这样，你要注重，我们要享受，你要晒太阳，你要喝水，你喝足够的水，你要享受这个新鲜的空气等等这些，你的食物应该要均衡，然后要这几样都要有平均的去吃它，因为各有各它的目的在。然后还要注重心灵上的部分，你的整洁、你的清洁、你的朴素等等这些呢，再加上很多持续的运动等等这些，这会成为我们生活习惯上维护身体健康所需要的。但是我们要如何来维护全人的部分呢？已经牵涉到有心灵的部分呢。第一个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为自己的身体健康来祷告，求上帝来保守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23节说，愿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这边告诉我们，再一次告诉我们，神愿意帮助我们是的，我们的灵、我们的魂还有我们的身子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身心灵。神要照顾我们，不是只有我们的灵部分，也不是只有我们的心的部分，他要照顾我们是连我们身子都要照顾我们部分。只有神他能够做到这样，而且这个神又愿意，我们是何等的幸福，我们应该献上我们的感谢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自己的部分也要努力。自己怎么努力呢？我们要爱惜自己的身子。在以弗所书第5章28节，在勉励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告诉他们说，你当照样爱妻子，也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这是我们的先决条件。神要祝福在你身上，但是你既然不爱惜你自己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第三个这样，不只是你要爱你自己，而持续的爱，所以你要保养，要顾惜。这边新节告诉我们说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要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。基督怎样待教会呢？基督爱教会，永远的爱着教会。你有没有永远的爱惜着你自己的身体呢？你才有办法有一个全人的健康。最后一个，你要操练身体。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8节说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为今生和来生，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这边虽然告诉我们在比较操练身体跟敬虔两件事情，但是也告诉我们要操练身体，更告诉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命。你如果要有一个全人的健康，你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帮助你。神也允许要帮助你，帮助你的灵，帮助你的魂，帮助你的身体。然后我们自己要怎样？自己要爱惜自己，而且持续的怎样？持续的照顾自己，然后继续的操练，不只是身体，包括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灵命的部分。我们要如何能够顾全一个维护全人的健康呢？乃是这样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个结论来讲说，对我们有疾病的时候，我们如何能够产生一个新的生机出来呢？有一个新的盼望呢？第一个是，人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来所造的，所以身心灵的健康，你都可以回去寻求上帝的帮助。不要忘了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只是你没有找到那个可以依靠的而已。我们仍然会生病，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说，有他的同在，就可以有身体健康、灵魂兴旺、凡事亨通的盼望。在约翰3书的第2节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身心灵都要得到健康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神的应许你能够相信吗？当然了，因为怎样？神的应许已经透过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为人的罪受难，定十字架，流宝血来证明了。神讲的话从来不落空的，神爱人的心用他的行动已经表现出来了。你是否愿意来认识这一位神？耶稣替我们死，
他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同时也要叫我们的身心灵要得到医治。因为这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到第5节，旧约里面就已经讲了，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呢，耶稣基督真正就是这样实现了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神的应许是要赏赐我们平安喜乐，他用行动来表示。在旧约的时候就预言了，到新约的时候呢，耶稣他就实现了这一事情。那我们能够真正的来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他的应许是能够一定会实现的。你是否愿意来接受这位耶稣，认识这位耶稣，让他赦免你的罪呢？然后他会赐福你，使你的身体健康，灵魂兴盛，凡事亨通，让我们全人都得到医治跟健康。今天是我们的清明追思的礼拜，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思念先人的爱跟他们的培育，他们养育我们，教育我们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更应该来思考我们全人现在的健康以及未来永生的确据，不只是我们自己而已。我们中间有人恐怕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所以他自己追求的是信仰。你已经享受到这个信仰对你的帮助，你有没有想到我要如何将它传承给我们的子孙们吗？或者你已经是第2代、第3代的人，你要感谢我们的先人已经将这信仰给了我们，所以让我们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享受那个平安喜乐，就有永生的确据在。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想到说，我要如何能够让他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碰到的问题、碰到疾病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仍然都有这个盼望在呢？清明追思礼拜不是只是为了思想过去而已，过去是我们要纪念，但是我们更重要的乃是为了未来。从先人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？我们领受到什么？我如何让它传承下去？我如何让它能够更发扬光大呢？这乃是我们这一辈的人应该要去思考的这个问题。你所关心的这些子孙们，你的亲友们，你曾经为他们而你有将你所领受到这美好的能够来告诉他们吗？新生机所注重的不应该只是现世而已，更应该注重未来的永生。我们盼望我们大家借着新生机的这种认识呢，能够同享神的福气，要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要永远都有盼望，因为有盼望，活着才有意义存在。这礼拜呢，我们有小组，这小组呢，我们有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说，人要为自己的生命负最大的责任，但神爱我们，他就透过了医药、代祷、赏赐喜乐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有什么经历呢？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分享。第二个，你认为身心灵哪一个的健康最重要呢？为什么？我们盼望在小组中能够分享。第三，我们是耶稣用重价买来的，是圣灵的殿，你能体会你的贵重吗？你要如何来回应神对你的看重？你的行动、你的时间、你的祈求是什么？我们盼望在福音主日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将我们这个传单呢，这个单张呢，能够带回去，能够将我们平常最关心的，我们有关的身体、有关的疾病的问题，如何跟信仰能够连结在一起呢？神也要祝福在身上。我们看最后下面一句讲，生活的祝福是这样：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神要这样子的祝福给我们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为了我们人不值得你的爱，但是你仍然爱我们，你就差遣你的爱子耶稣降世为人，为我们受难，钉十字架，流宝血，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洗净，跟神之间能够再次的结合在一起，这管道就又通起来了，让我们有盼望在。
纵使在我们身体虚弱有疾病的时候，神你仍然告诉我们，你要愿意我们能够身体能够兴盛健壮，我们的灵魂能够兴盛，凡事都亨通。我们感谢神，你给我们这样子的盼望，也给我们这样的祝福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将我们所认识的这些美好的事情，能够让那些尚未信者，甚至我们的所关心的亲友们，让他们也能够认识，也能够早日来享受同样的福分。我们献上满心的感恩与祈求，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应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玛利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的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